好，也伫咧台美关系谈判达成协议了后，中国说法讲反对有主权意涵的协定，咱外交部该回击无中国你的代志。也今年 APEC 要伫中国深圳来举办，时间拄好伫咧咱台湾地方大选进前，学者就警告中国有可能用 APEC 食咱台湾的豆腐，甚至会想要影响咱台湾的选举。 台美关系谈判达成协议，除了达成15%关税无贴甲期，也伫23条款关税处理最优惠台步。中国外交部却是讲，伊关坚决反对建交国家台湾相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也具官方性质的协议。严过咱外交部反击，中国无权出随管着他国的主权的行为，相关的言论就显一个霸权的心态。 中国无权智慧，也无权干预他国的主权行为。中方的言论凸显其霸权心态，更是企图片面改变国际秩序的麻烦制造者。我们有权利和任何国家做经贸协议，中共无权干涉。 台美关系确定引发中方的不满，加上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由中国主办，预计在28日深圳来举行。学者分析，虽然中方要书面向 APEC 会员保证，会确保所有与会人员的人身安全，不过北京进前也曝光台湾敢若用伫一定的前提之下参加深圳 APEC， 以外爱注意可能对台湾会有一些小动作。 主持人会不会说去故意把我们中华台北的名称讲成中国台北？好，那当然中国官方媒体，我相信他也一定会用中国台北这个名称来形容我们台湾的代表。那这个本身当然都是给我们台湾挂一个小动作。学者认为，今年 APEC 拄好伫台湾地方大选进前，爱小心来防范北京就有政治的操作，想要影响台湾的选举。外交部是强调，严正要求中国先尽主办经济体的责任，确实遵守 APEC 规则、惯例甲实践，尊重两国平等参与 APEC 基本权利。记者综合报道。